先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的三明区发生一件命案，一个49岁女性死伫个旅馆的浴槽内底，本地想讲是心梗塌，但是检警伫个现场发现真怪奇的3滴血，所以怀疑这人是去互抬死的。扩大落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东港有一个男子真着急离开着旅馆，但是伊无到对面的高雄火车头来坐火车，是先骑机车到湖内。坐火车到台南，再搁坐高铁到新竹来过暝。这警方是透暝，甲这个男子躯体到案，伊有家暴的记录，有毒品的前科，甲死者疑似是男女朋友，因为讲话反起反倒，检警甲认为命案的关系人要来厘清案情。规定远警冲入去旅馆房间的便所内，这个烫白铁正在洗衫的查甫人，当场就咧硬气措手不及，袂赴反应，随行压制在地。双手红扣条咧，警方透暝上北伫新竹抓到这个46岁姓简的查甫人，带转去高雄，怀疑讲伊甲三明区旅馆的命案有重要的关联。2位男女他们是熟识的。来到发生命案的旅馆，员工拢无想要加讲。代志发生伫昨一个49岁姓彭的小姐被发现死伫个房间浴缸内，身躯无明显的外伤，本来怀疑讲是心梗塌。不过检警勘验现场发现有3滴奇怪的血，案情就咧调向敢若是他杀来侦办。扩大调旅馆的监视器，发现迄一天9点外，有一个查甫人赶紧要离开房间，专案小组唔敢大意，将这个查甫人列为重要的关系人。他们是在26号入住，然后28号预定退房，双方都是高雄人。姓简的查甫人讲，伊去新竹是要找头路，朋友甲斗介绍的。奇怪是，伊离开旅馆了后，无去上近的高雄车头，颠倒是先骑倒摆去湖内，再搁坐台铁到台南的高铁站，最后是住伫新竹市一间旅馆内。母才大出，骑车又搁搬车上北，敢有可能是为了要制造断点？严男离开的时候，他说女子还是好好的。查获严男的时候，另外一位他们是一起入住那个饭店。这个姓简的查甫人口径变来变去，交代袂清楚，是讲依照警方调查，有家暴的记录甲毒品的前科，伊甲死者敢若是情侣的关系。代志发生后，伊是安怎赶紧要上北，有真个疑点，这有待检警去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